兄弟姊妹平安。今日是大港第三主日，咱伫今日中间要点到第三件的蜡烛，代表的是宣告喜乐。宣告什么？宣告被收掠的百姓要得到讨棒的喜乐。所以咱犹原用安尼的信心来参加今仔日的敬拜，请咱来锻炼92首，请来忠信圣徒。圣诗92首，请来忠信圣徒。歌词我看过了后，无啥物会互咱感觉袂晓读的所在吼。咱就来吟第1节到第4节，第1节到第4节。请来忠信圣徒，快乐的英雄节，请来，请你来，欢喜告别离乡。来调基础，天顶滚龙出世，请来大家敬拜，请来大家敬拜，请来大家敬拜。我主基督的4节，我主愿我努力，你这日子出世，耶稣你名受称赞，永更归你。你被圣教多家肉体出世，请来大家敬拜，请来大家敬拜，请来大家敬拜。我主基督。咱过来看一首461首，圣诗461首。我的信心若无定，咱吟第1节就好。咱真实的诗歌来，咱吟第1节就好。我的信心若无定。我的信心若无定，伊要牵我手，世事魔鬼地要赢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伊要牵我手，因为耶稣疼我高天，伊要牵我手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愿人间归伫至悬的上帝，愿伊赐和平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。因诗，信诗92首，信诗92首，请来中信信徒，请起立。咱由原听咧，用使徒圣经来做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基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信心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应文第36篇，启应文第36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心内送香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；忧闷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受安慰；温柔的人有福气，
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，枵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，怜悯人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怜悯，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看见上帝，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，为着伊肉受困毒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因的，为着我人者软骂恁、困毒恁、诽谤恁万项会歹，恁就有福气。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。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困着因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万能的王，万主的主，阮来到你的宝座前敬拜你，是要求你的欢喜，通互阮伫主内面得到心内的满足。阮伫毋望中、期待中，用欢喜的心迎接主的临到。因为你的降生，将阮对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为阮担当一切的罪过。阮人毋若带罪出世，伫生活中嘛常常陷落伫看会到甲看袂到的罪恶中。求主赦免阮，当阮悔改认罪，伫主面前，相信主你有完要教阮伫地，用慈悲怜悯款待阮。主啊，求你，互阮有日日我靠你、仰望你的心志，毋是靠家己的心思意念来做事做人，乃是有主你做阮的头。